今日我九爺咧就同大家講鮑魚剎車點，就冇講錢啦，就講佢個效果，前六後四有咩效果？今日同大家講講。平時間我哋揸車，特別是重車嗰啲喎，同埋性能比較高嗰啲車咧，我哋一掂前邊第一個反應就係剎停。我哋正常個剎車咧就要踩腳，再加多腳先至剎得死。为了防止大家看不清楚数据，小编特意为大家导出了行车记录仪，注意看车速和刹车时的车速。所以咧就建議大家前六後四咧就有呢種效果啦，一急即刻就停，前面踩少少，再加多腳嘅話，或者已經去到追人哋尾㗎啦。